讲到这个振兴5倍券，10月初8就要开始使用啊。各县市也拢推出优待，向民众来遮消费。带观众朋友来去看新德券有啥物款的优待。北部老街就算是假日，人客看起来被冰过去，减了真多。疫情冲击各行各业，做生意的店头对后个月特别启用的5倍券充满期待。县市政府也希望用活动来吸引游客，和观光业会使赶紧恢复正常。在5月份的时候呢，几乎都已经是大家都停业的状态。那在7月份、8月份这慢慢的在复苏，但是目前来讲的话，景气上面还没有恢复的那么快。振兴券1000块来我们新竹县住宿1晚，我们就给你现折600块。另外呢，还送你600块的一个消费券，让你在我们新竹县的不管是游乐区、休闲农场、商圈等等这些店家，只要合作的店家，你就可以来做一个消费。饭店业者也配合活动，到10月底进前，只平常时使用5倍券来带饭店，每一暝送一暝。吸引民众来新德馆佚佗。我们专案是3499起，住房会加赠平日住宿券1张哦，住宿1晚不用再额外加价，那还可以享有早餐买1送1的用餐优惠。看到5倍券商机，各县市拢推活动，来抢观光客，就是希望疫情缓和了后，会使顺利振兴经济。记者刘君和新德报道。